今年7月26特别举办巴黎奥运。伫咧法国巴黎上古老已经有400栋历史的银塔餐厅，伫咧去年疫情期间是赶紧来整修，希望有舒适的环境、好食的料理，佮有会当欣赏到奥运开幕仪式的好位置，会当吸引到真大相机。 这栋伫6楼重新装修52间餐厅内底，会当看到巴黎圣母庙，互人赞叹的中景工程。即马这间超过400年历史的银塔餐厅，加地上馆楼，也加上好看风景的优势，要抢攻今年热天巴黎奥运的相机。We have a front row seat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Olympics. It's a great privilege. 银塔餐厅是伫法国巴黎第5区，除了是米其林星级餐厅，历史真久，也会当看真水的美景以外，伊阁是2007年经典电影《料理之王》的灵感来源。这出上路上新碧卵开比菜捧出来时阵，特别吸引人。Il faut cuire le blanc d'œuf, mais pas le jaune d'œuf. C'est un plat assez et les gens quand ils viennent manger, et ça malheureusement je peux pas le dire. C'est le secret, voilà. 加上述的午餐套餐，每一个人150欧元，上总是台票5100，暗顿爱440欧元，差不多是台票15000。不过这不包括酒类。银塔餐厅有50个座位，暗过因原来有世界正出名的酒库，收藏差不多32万罐葡萄酒。招牌菜是烧超过130年的烘鸭料理，佮突破100万份的大关，而且烘鸭的数量佮有证书。进前真侪年，银塔拢一直改造，捌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关18个月。 去年8月装修了后，重新开幕，内底有开放式的厨房，服务性甲人客亲切致接。当然，店主希望巴黎奥运一日来，会当互人客享受甲以往无同的环境，伫比赛的热热气氛，互美味搁再加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